咁通過參加今日呢一個何以中華舉辦嘅漢服講座啦，咁我覺得最深刻嘅係明朝華服係十分之吸引到我。咁因為佢哋所身穿嘅馬面裙啦，同埋上身嘅衣着啦，例如用一啲寶紙去做啦，我覺得十分之具有特色，顏色都比較鮮豔，有一種華麗而且唔會太過高調嘅感覺。我之前係冇着過漢服嘅，我係覺得漢服係以前古代人先會着嘅，而家接觸過之後，我覺得漢服都好有特色，都非常之值得我哋去嘗試去穿着。今日呢一個講座啦，係有加深到我對中國華服嘅興趣啦。我本身以為華服係一個好傳統嘅一種衣物啦，但係今日睇落嚟，其實都唔會話特別老舊或者係傳統啦。我覺得好具有唔同嘅特色啦，而且我都幾中意佢哋嘅搭配咁樣，可以增廣見聞我嘅中華文化嘅一啲知識，我都覺得好開心。平時都係單向啲嘅，如果上堂嘅話，但係如果有得展示，亦都有導師咁即係生動活潑，又有導師着埋華服一齊出嚟同同學仔一齊講解呢，會特別留心咯。咁同埋都會特別感興趣。其實好多同學都未見過咁多朝代嘅漢服嘅，佢哋平時都係喺書度睇啦，或者網上面睇啦。今次透過真係有同學仔着，同埋有同學仔試着呢，都可以實踐到出嚟。咁所以其實佢哋學習都比較立體啲咯，仲可以即係親身試到嘅話呢，其實更加會對中國歷史啊文化更加大興趣，都俾佢知道唔同朝代會有唔同嘅風俗啊歷史啊，而從亦都有唔同特色嘅設計，對佢哋都加深咗佢哋好深嘅認識嘅。